新闻要来好料大车饼，这个草粿是真一个传统，大家真爱食的物件。当然，真正爱食啊，北部甲中部做法是完全无共款。新北市这个教训啊，伊这个有一间美食摊呢，卖是草粿，伊用是啥物？这个糯米加呢刺壳炒粉，蓝做一伙，包的也是咸的绿豆啊。 袂少人食了后随便煮过。啊，这南投埔里是用新鲜的香草包啊，有笋丝、香菇甲猪肉，芳开十足，毋但大人介意，囡仔嘛真爱食。好吃吗？ 囡仔兄食草粿，内底包真济啊，有笋丝、猪肉含香菇，青色的皮 Q 底底。阿嬷讲家己爱食，就带孙做伙来食。它的香味好，很香。有这对翁仔某嘛真爱食这档的草粿，有从小吃到大。它的皮软，但是有嚼劲，它吃起来你会吃到它皮那个香味。 这档卖草粿老店伫咧南投埔里传到第3代，因甲糯米搞做浆，所以加香草会食熟，食起来口感真特别。这是什么？新鲜的艾草，艾草要做什么用的？就是草粿的皮，它就是会有细丝，会有像白发。那其实它就是艾草的纤维。 用土豆油慢慢火，甲笋丝、香菇、猪肉拌炒2点钟，为了变咖啡色，才甲包起来吹好熟，将做当地人上爱食点心。好食的草粿9分那嘛有，嘛是传到第3代。那下厝米那加水，所以加做一碗粿菜。草粿青色的皮用的就是这。鼠菊草，然后磨成粉这样。业者讲，刺壳草是一种中药，加伫内底味真香。 软软绵绵，好好吃。而且朋友都会托买。这档毛伫咧卖行真特别的乌龟壳。旷工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人家会买贵，然后把它就是类似这样弯一点，然后折起来放在口袋，然后这边才叫做乌龟壳这样。原来是早期矿工买乌龟壳，拢会甲放伫落地啊，形地歪去，就亲像壳骨共款，所以叫乌龟壳。 传统美食因为人含时代故事，和料理变更较侪变化。9分这档草粿用刺壳草包咸绿豆，南投埔里这档草粿用香草包炒过笋丝、猪肉含香菇，口味香个纯。就是保留着小时候的味道。因为去拜拜啊，或者是什么都一定要买这一家。它里面的馅都很扎实，对，都很新鲜啊，都不错。 草粿这传统的美食，因为所在无同，用料地无同，嘛互口味百款。